咧讲迄个开天气啦吼，其实咧开天气，咱若是要用心去甲伊学习和研究。你含一个佛教的地主哦，你要计讲即句开天气讲袂出来，我绝对无骗你。你若讲啊，每一天咧讲无上情深微妙法，1000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一时情，愿解如来真实。伊话讲可经可上可解，意思讲要读这个金刚经，一上啊先念即句，啊袂当解说。我毋是袂当解说，可能伊慢啦。但即句话是咱互家己一个体悟，对毋对啦？吼，啊，即个物件其实每一天当时，迄个咱讲着你去见人啊，见人讲，啊，每一天无正道无正道啦，吼，见人。但是有诶地方讲有正道无正道，而咱互个人来看是每一天无正道，但是有无道。伊无正道，伊然后讲当时咱伫六祖当中，咱有发现迄段话，因为咱新秀去到诶时阵，每一天迄个所在，每一天去做叫迄个叫文书嘛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讲今日真正要正道人是六祖为嘛，是对来做书嘛，啊，因为伊快时间要去请六祖来嘛，但是六祖伊无去过。伊无去，伊讲我老啊，我不爱去。那讲即句讲，会当讲小事不会大谈，伊是无时间能够讲这个吼。但是咱知影就是讲，每一天有道，伊知影这个物件，但是无正道，因为六祖为个三位讲，为个梦以前啊无事拢总是无事的事体，但是为梦以后。无事是天然大道啦，吼！规梦就是足一切，咱有10分六个当中，迄个咱个弥勒祖师，即个到10分天眼，迄个10分六个当中，靠咱个祖师啦，叫咱个第10分啦，吼！即种叫做有分。如果无的分的事所有分心，你袂使无事是天然大道，这个你看清楚啦。过去为梦以前足一前。无事是当然坐得死地啦，啊，所以咱知影就是讲，六祖无去甲正道，无去来的时阵啊，迄个有一个正道，又无到无正道，所以咱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我希望我会当真正去了解证着迄个如来实体，迄个，所以头前就来讲无上。